先了解才就讀。教育智慧傳統與現代融合，語文、文學同文化始終係靈魂所在。國學、歷史、科技、數碼時代文化可以點傳承？雙學位加深，職業選擇更為廣闊。教育以外，成就無限可能。中文教育唔只係課本，沉浸式學習，走入文化現場，實習、交流、教學體驗，喺新世代用新科技，中國文化數碼傳承。未來更多精彩，我哋同你一齊書寫。